今头起先来关心，伫咧屏东县中治乡，昨暗有一个83岁老阿伯啊，骑奥多摆正向上这国道3号的交流道，结果一只货车未护伞，就安尼撞落去，这老阿伯是当场死亡。弄甲伤大力，互奥多摆零件落规涂骹，车头密密冒冒，老大人是现场死亡。事故发生伫国道3号路南399公里。屏东中治路段，车白暗时6点外，一个13岁姓陈的老大人骑奥多摆，若像对中治出口交流道骑正向入去国道。虽然迄当阵车真济，也毋过老大人也是沿车道一路骑过，互顺向的27岁姓杨的货车司机相美虎双方弄做伙。疑似自长治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逆向驶入，与外侧车道顺向行驶之阳南88年次所驾驶之小货车发生碰撞，造成机车驾驶死亡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姓陈的老大人，若像奥多摆骑正向入去国道，甲顺向落交流道的货车相撞，国道警察执残分队随甲车道封起来处理。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奥多摆骑入高速公路会罚3000至6000块。国道警察呼吁，厝内若是有坐回时段，应该爱注意伊驾驶的状况。若准奥多摆走入去国道，千万毋通驶反头，也是骑正向，应该爱随甲车停伫路径，人去到护栏外口避难，而且卡110也是1968通报救援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公司新闻王刘婷、陈伟林、郑建光综合报道。